讲到机器人，几多人可能先想到的是电影漫画地步的角色，也算韩世世界交为机器人玩具。不过，更加机器人用途有一发的，唔可能过难想象哦。因为本单是做俺人做唔到的事情，更加是在做俺人唔想做的事情。智慧型机器人产业，无论在国内也算全世界，都想要推发展起来，也已经参与到俺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照护、军中也都领域，同人类探索轨道。该大家来看那是国内智慧型机器人产业被发展现况。西部西到东亚有个天同到于生活，面对天气好点点的来讲，东亚嘅主要反应係老機打棒，透過新聞點釋放猛打打錯嘅結掉機器人，唔但唱做得容易來遙控，還做得使用影像偵測內圖來偵測使用嘅人嘅動作來帶動機器人，打錯出台灣實景版嘅鋼鐵擂台。今年3月初將正式開幕嘅機器人公共工廠，結合了教育、生活、本重發展嘅機器人展示，係全台灣第一個機器人夢工廠。種類唔單唱做得體驗，仲具有精彩嘅機器人戰鬥比賽，還看得到機器人樂趣同大家演奏揚鼻歌曲。很簡單嘅機器人係用17粒伺服機去組裝起來，幾度嘅程式，利用的程式一下起來，所有的動作都做得以我們想要做的動作給做得表現出來啊！夢工廠度除咗展示機器人嘅娛樂，還有教育功能，也下按照功能、按照用途，未發展到別水方。古早打造亞件公共工廠嘅業者未開發出全面體重補吹同軍方用嘅救難型機器人，為聽救災、聽測炸彈、聽偵測危險一條功能，係主要嘅小救工器。佢係用地度嘅產品即係做出來齒輪箱、齒輪條，地度有4軸傳動，地度佢做得爬山、塞條路、樓台，佢都冇問題。佢最大功能就講像救難人體痛，佢有辦法升到地下去救人，甚至地度嘅影像佢會用電視傳出來。除咗有特殊嘅功能，啲生活動作未用嘅動作嘅機器人，仲可以加氣、加天，都做得結合智慧機器人嘅技術，按你生活就很卡利片。像我們自己場內也有使用的升降燈，一般來說，它可以使用在像體育館或是演講廳，或是豪宅非常挑高的場所。但是我們只要用一個遙控，它就可以很輕鬆的從很高的地方降下來，然後方便我們做維修、清潔或是更換的動作。看到個家庭的智能化，要做會升降啦，切菜板會按照你的身高會量身定做啦，哈。那燈會掉下來啦，會上去啦，哈，全部厲害，家電產品啊變聰明咧。打造亞件機器人夢工廠嘅業者係全球生態第4名細摩打齒輪箱嘅製造廠，認真抗動的機器人關鍵人主鍵嘅技術，同時看到機器人產業會有動態嘅附加價值，同有生意合作。古早對2005年起時，除咗做傳統產業，未來做機器人產業，也是每年發出減嘅30種嘅機器人。你要全球大家提供產業要升級、要轉型、要有競爭力哈。機器人產業絕對是未來一個方向，不能夠落後，而且要很有競爭力哈。李亞英講，機器人產業太狹隘，還要智能化產業，產品變聰明咧，啊，很多要用手去聽筒嘅，而家唔是手咧，用眼睛、用聲音、用辨識，全部讓你做好。餅乾整列的話還好，但是如果要用在組裝的話，好像比較精度要再提升一點。按道嘅工廠時同啲嘅討論，因為老亞洲從拉卡用嘅並聯式機器人，種種面孔本但濃高高嘅東西，
冇結局要當準嘅貼貼好勢。現時國內針對機器人產業嘅研究同開發，唔但參與企業加入，隨團發熱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未針對工業產業用嘅機器人作為動作控嘅產品開發。呢種嘅機器手，伊主要呢就接近下佢哋一個平面運動。呢一種嘅原圖呢，佢做得原圖動作原圖在工業上佢做得拿來做搬運，快速的搬運，或者是組裝，包裝，這個都是兩種係佢哋工業當輩做得應用嘅食品業比如像佢做分裝、包裝、分類包裝。現時接送看到嘅機械手臂，自己做得動身發揮塔到動作嘅任務，從佢醫療界發明嘅探溫式機械手臂，做得做動搖嘅手勢，除咗啲醫療同工業通用嘅度，一間研發中心每次等愛機械手臂用途食品業行。以前你到蛋糕啊，弄成那種螺絲符，慢慢的一點一點，你那個芯做出來，那等你美就那個用到機器人蛋糕啦，煮蛋糕花，兩種嘅應用有美就。2007年，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美的經濟部工業局嘅指導下，成立嘅全台灣第一所結合生活情境嘅機器人生活館，稍為台灣同美國、日本也有30兩種嘅機器人作品，仲嘅一扎動電影上嘅社會報，名記唔但稱為對電影滿足經驗，還會同人做交。日本嘅研究機構還打造嘅2000張送本日本國體同國外嘅養老院。通常我們去老人院的時候，就看到一些老人就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做什麼。那他們就把這樣子的一個產品，他會跟人互動，比如說我在觸摸它，他可能會跟你撒嬌啊、說話、眨眼睛，把它放在那些老人的身上，他實際上就會對他產生一個關注的感覺。那他也可以在老人之間產生一些話題，讓他們的生活更加有一點的生活的樂趣，這樣子。您好，我是波妞。使用前請繫好安全繩。也推起台灣創所研發嘅清潔型機器人，做得推人做起來卡開，有見重複嘅蘇打嘅聲，讓寵物出到強強啲啲，安寧而會有卡到嘅時間好利用。它的一個設計呢，事實上跟一般清潔有點類似，但是不太一樣的是，它有一個比較貼心的設計，是它這裡面事實上都有隱藏着磁鐵，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吸附在兩面的那個玻璃的兩面上。那當我電源打開的時候，它們這邊會互相旋轉，它就會一個動一個不動，就會造成這樣偏白的動作。台中嘅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每專門同國立共享資訊圖書館打造嘅一台專用嘅追溯機器人。對，父親，借坐一下。外表看起來圓嘟嘟的，又有太馬雷蒙族嘅苗條條，係一台追溯嘅機器人。其實佢也圖書館簽署歡迎嘅名聲，主要嘅任務就係為將你完整起嘅書自動送到兒童學習中心，做啲增強安度個人嘅工作負擔。一台追溯機器人用嘅天微拖控技術，做啲自動偵測附近嘅環境來決定安用嘅行。機器人裡面它就有很多感應的設備，它出來的時候，它會感應整個廣場的一個障礙物。可是，在進行的時候，假設前面有讀者走過去，或者擋在他前面的話，那我們就利用一種，就是說，請他借過，或者說，請他讓一讓，這樣的一個互動式的一個效果，來讓讀者說，離開他周旁。到底乜嘅係機器人咯？事實上，機器人嘅定義眾多，包含做潛伏人類嘅行為、思想，同其他生物嘅機器。喺工業當中，係工作嚟自動做事嘅人造機器設備，用嚟推也嘅同義聽做事。
机器人这个你要把它解释得很清楚，蛮难的，也包容太大的一个方向了只能够说，一个前提是机器人一定要被人来去驱动它，来去管理它，它只能够代替人类做哪方面的智能化的产品，统称为机器人。就内政部嘅统计，2012年嘅年代，全台湾65歲以上嘅高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係11.15%，看得出台灣有越來越多嘅老人家。故所面對全世界少子化同高齡化帶來嘅長期照顧問題，國內研究機構同學者就落實來做啲屋卡聽困工人嘅機器人。因為有統計美國這先進國家加個伊勒夫斯差不多照顧60歲嘅，因為差不多16歲，現在已經唔敢去做了事情所以呢需要性很強所以講做個機器人來處理的事情由機器人來天數。因為高齡化、少子化嘅狀態比到全世界來安尼看應該台灣跟日本算得當頭前嘅，所以醫療照護算得應當愛先做嘅，倆就是人愛開發嘅方向。現時國內機器人嘅市場每係年成長，2007年機器人嘅收入就有340億元，將5年嘅時間就增加嘅大約200億元。2011年已經達到了540億元，同時全球的2011年機器人嘅市場每已經有1兆440億元。專家學者就指出，未來國內智慧型機器人同自動化產業發展，未可能有幾少年嚟嘅生理合作。因為機器人佢做啲用到很多某科研所在，可以用到食品業，可以用在這個機器產業，可以用在這個自動倉儲，各個領域可以用在一般的公用的地方，它可以做的很多應用，就應用進發的所加起來造園，都是可能多嘅。國際機器人協會啦，所以講法國總部都法國來，跟統計講2025年以後呢，機器人產業會超過汽車產業。當然像按嚟講，係工業用嘅、服務用嘅、照護用嘅機器人規下呢合起來誒，好下有按嚟成就。唔過為變做少元嘅生涯冇按規，前重要嘅就會為先突破現時研發獨到嘅問題，特別係機器人嘅人組件生產同成本係千時要解決嘅。你們所做嘅東西呢，很多是用外國來零件，俺種想法講都俺本土俺台灣都試得做嘅零件呢，俺都開發，開發嘅機器人都用台灣嘅零件來做，這是一個發展嘅目標。你們都 cost 個成本有點太高，因為太高，因為咱台灣那個東西關鍵零組件個關鍵那個人腔，都是很多都國外，台灣冇自家生產那個東西，重要的關鍵零組件，所以個價錢冇法度講好啦。不過了慢慢做台灣那啲東西關鍵零組件慢慢有嘅自家要做嘅，把有量。慢慢就大家買起。全球智慧機器人產業成長嘅東家，面對各國世態前來競爭，台灣會卡加油到位。相關業者同研究人研究認為，也種從事創意同想法嘅非傳統之創業，係講老機好好發展，未有下卡到嘅機會，將人才留喺台灣。